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41章。这个犹大王家的后代，嘛是官员以沙玛的孙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带10个人来米斯巴见阿伊甘的囝基大利。因伫米斯巴做伙食饭的时，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甲迄10个甲伊做伙来的人，用倒杀死巴比伦王指派做省长沙番的孙阿伊甘的囝基大利。以实玛利嘛杀死伫米斯巴所有甲基大利做伙的犹大人，以及住在伫遐的巴比伦军兵。隔日，人还毋知基大利受暗杀的事。有80个人对事件视落撒玛利亚来到米斯巴，因剃喙手、拆破衫，挂上家己的身躯，带素祭甲乳香，要去上主的圣殿献祭。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对米斯巴出来，哪行哪吼去迎接因。以实玛利拄着因，就对因讲：请来见阿伊甘的囝基大利。因一个入城，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甲伊的部下就杀死遐个人，甲因的尸体迄伫打去的蓄水池。迄80个人中间有10个对以实玛利讲：毋通甲阮杀死，阮有藏大麦、小麦、油甲米伫园呢。因就停手，无将这10个人甲其他的同伴做伙杀死。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将遐因为基大利的缘故，互伊杀死的人的身尸，拢拾落去蓄水池，拾甲甜甜。这个蓄水池是以前犹大王亚撒为着防卫北国以色列王巴沙挖的。以实玛利将米斯巴村落内的人民，包括西底家王的查某囝，甲还住伫米斯巴的人，拢掠起来。这个村落内的人是侍卫长尼布撒拉旦交代阿伊甘的囝基大利管理的。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要将这个人拢掠去阿门人遐。加利亚的囝约翰兰甲军队伊的军官，听到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所做的歹代志，就带所有的部下要去甲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交战。伫基遍的大水池边入着伊，互以实玛利掠去遐人民看到加利亚的囝约翰兰，以及甲伊做伙来的军官，拢真欢喜。安尼，遐个互以实玛利对米斯巴掠去的人，就活转身走过来加利亚的囝约翰兰遐。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甲另外8个人脱离约翰兰的手，走去阿门人遐。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杀死阿伊甘的囝基大利了后，将村落内的人民，包括查甫人、兵仔、妇女、囡仔、官员，对米斯巴掠去基遍。后来，加利亚的囝约翰兰甲军队伊的军官将遐人拢救出来。因去到伯利恒附近的基罗德金汉，伫遐休困，准备要落去埃及，通逃避巴比伦人。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暗杀巴比伦王所指派做省长阿伊甘的囝基大利了后，因真惊巴比伦人。